都别吃了！你们这帮混蛋、王八蛋、畜生、兔崽子、挨千刀的、死不了的、死嘎嘣的，都给我张着嘴别吃了！纯亲王驾到，还不快跪下！啊！王爷请安。打头的那个王八蛋，给我盘过来！大洋人嘛，你们是怂蛋包啊！欺负老百姓，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啊！你们不是想吃瓜吗？今天就让你们吃个够！你们都到地里去，每个人给我抱2个瓜来，还不快去！王爷，他们糟践的瓜够多了，您别让他们再祸害了，赶快让他们停下吧。哎呀，你这老头真小气，吃你几个西瓜你就别心疼啦。哎呦，这。王爷，我问你们，这瓜甜吗？甜。还他妈舔着脸说甜呢？那好吧，既然你们嘴馋，那就给我接茬吃。不过嘛，你们得一口吃一个。对，一口一个。启禀王爷，嘴小西瓜大，一口吃不下去。那就用你们脑袋吃。我喊1、2、3，谁要不给我一口吃完，我就要他的狗日脑袋搬家。1、2、3。怎么样？吃够了没有？吃够了，吃够了，够了。好，把你们跟前的几个西瓜都抱过来啊！是。看来就你还没吃够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几个人把剩下的瓜都给他吃喽！给我砸！我看就你小子能吃啊！啊，再来几个怎么样？小的知罪，小的求王爷开恩啊！吃够了吗？吃够了。那好，既然吃够了，你们就交瓜钱吧，把兜里的钱都掏出来吧。回禀王爷，没钱。没钱？你们不是月月有军饷吗？不瞒王爷说，我们在古北口打了败仗，我们只是替洋人放马，不给钱他们。哦，感情你们是一群丧家之犬呐！叫洋人打了，不说找洋人算账去，反倒欺负养活你们的老百姓，你们他妈还不如狗！这畜生啊！你们是中国人吗？啊，本王爷在这儿可没有白吃瓜的理儿。既然你们都交不起钱，那就把马留下一匹吧。王爷使不得，这可是德国人的马。什么？德国人的？你不提德国人还可以，你一提他们，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德国人的马留一匹不行，留下2匹。王爷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你要再不滚蛋，我就留下3匹。滚，我们马上滚！都滚！快走！快点吧！老爷子，来，跟我来吧。好。王爷，老爷子怎么样啊？这2匹马要比你的西瓜值钱吧？啊，这2匹马真是2匹好马，可惜他1不会耕地，2不会拉车，只会驮人打仗。
你说我养得起吗？那倒也是。要不这样吧，把这2匹马呀，放到清河下汤锅。哎，不管是德国人的马还是中国人的马，那肉味儿可都是一样的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！我要是把官马送进了汤锅，人家还不把我送进衙门里去吗？这样吧，本王爷我陪你去，看谁敢把你送到衙门里去，怎么样？我不谢谢你。小杨子，奴才在，扶我上马。这，哎呀，你看我这王爷这官当的有多累呀，真是清官难做，好人难当啊。走吧，王爷，哎呀，王爷，慢走啊，替咱们做啊！哎呀，真是。哟，老爷子，快点儿啊，跟着呢。啊！启禀王爷，王爷，据下官所知，这一带不会有大清的兵马。那就是有，也是古北口战败的逃兵，或者是俘虏兵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嘿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哎呀，王爷，奴才张文志有要事禀告。哎呀，我说啊，谁是王爷？你们认错人了吧？哎呦，我的真王爷啊！咱眼下先别演习了，这要出差错了，要动真格的了。甭说了，是不是那个贾王爷没影了？就是啊，怎么说他好呢？他是王爷的替身啊，要真是出了乱子，那麻烦就大了。大胆！你们还有脸说啊？那临时家法上是怎么说的？你们丢的可是王爷，要是找不回来，你们是什么罪过？你们自己清楚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，还不快去找！就是跑断腿，也得把人给我找回来！快去呀！王爷，这个给。王爷，哎，趁这俩拐棍不在家，咱们进屋杀两盘去。遵命。再见。